台南市一名80岁的长者，因为脚去予油汤烫到，造成3度的烧烫伤，合并有感染。伫卫福部台南病院做完植皮的手术，原本需要1礼拜倒伫门床顶，才会用互植皮来稳定愈合。后来病院评估，搭配负压装置照顾植皮的手术工序，患者伫3-4天就会用来落床。我们的伤口就是要先评估它有没有感染，如果有感染，一定要先把感染控制下来，那再开始去养肉长肉这样子。那很多是慢性的病人，我们常见的4大慢性伤口，像糖尿病的伤口、压疮的伤口、动脉或静脉的溃疡，这些病人因为他本身疾病的关系，伤口容易有慢性的发炎，那我们会先用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个慢性发炎的情形，先把病因照顾好，那再来针对伤口做进一步的处理。这样负压伤口治疗是一种敷料辅助伤口的方式，它用一种特殊的海绵整个包覆在伤口上，然后会用特殊的膜把它整个密封起来，接出一条管子。到机器或是到我们病房的设备的负压，它会连续24小时的一直抽吸，让整个伤口处于一个密封然后负压的状态。那它主要是可以让伤口周围消肿，那也可以促进它的肉芽组织还有表皮的新生，对伤口的愈合，在不管急性伤口、慢性伤口都有帮助。医师表示，如果遇到烧烫伤，除了将压冲、脱、泡、解、爽的口诀，避免空气的恶化。另外，如果空气3-4礼拜也无法度愈合，医师嘛积极评估做重建。至于负压空气装置，对着植皮手术后，照顾嘛会用来改善品质，但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